同路 In the Same Way 係一部醞釀整整10年舞蹈表演嘅另類創新變革嘅原創作。喺生活入面，我哋發現即使好親密嘅人之間溝通嘅模式，往往都會因為個人表達能力、成長、身份地位、個人壓抑等好多唔同嘅影響，難以用言語彼此互相表達。我哋嘅舞蹈劇場就係想跳脫呢個限制，喺舞台上面用家長、學生同埋老師3個唔同嘅角度，隔空進行一場無阻隔嘅心靈對話。故事主線嘅發展主要係圍繞人喺學習成長過程一般要面對嘅經歷。生係由我哋由出世到開始學嘢嘅階段。老對應嘅係我哋嘅成長過程。病係以我哋喺人生嘅一啲轉變同埋經歷為基礎。死，我哋只可以過來人嘅經歷以回憶形式咁呈現，結合咗整個生老病死嘅故事發展過程。我哋希望壓縮喺舞台上面，盡力喺2個鐘內完成整個演繹。當大家都以為劇場會唔會只係集中喺講故仔同埋心靈表達嘅模式為主軸，我可以答大家，當然唔係。舞蹈劇場當然都離唔開舞蹈，透過唔同舞蹈種類喺劇場入邊嘅表演同串聯，我哋希望增加觀眾對一啲舞蹈嘅常識嘅認知，例如音樂同舞蹈之間嘅關係。學習同埋運動需唔需要循序漸進？例如需唔需要照顧同考慮骨骼、體能上面嘅適應，心智上嘅同步理解同吸收。其實舞蹈劇場嘅走向已經超越咗我想表達嘅範圍。喺演繹嘅風格上面，我哋希望可以將小朋友喺學習過程最純真嘅一面同埋歡樂帶俾大家。我哋最希望可以帶領到觀眾嘅係佢哋進一步嘅思考，因為我哋相信每個人嘅進化或者進步，甚至乎係紓解自己嘅壓抑，都係源自於經過自己嘅消化同埋思考，永遠都唔係靠其他人教你點做。舞蹈劇場同路 In the Same Way， 100%真實故事，不同時空同維度嘅呈現，可唔可以令大家遠離遺憾，咁暢所欲言？2026年9月正式啟航，現正接受各大中小學嘅預約申請。我哋準備好啦。你哋準備好未啊？一齊同路前行。